要迎接未來嘅發展機遇，關鍵在於培育具備創新與專業技能嘅新一代。VTC 聯同超過2000個業界夥伴，透過職業專才教育，為香港未來注入動力，開創更多可能。檢測認證產業唔單止係產品質量嘅把關者，亦能夠提升企業喺產品設計、製造同埋技術方面嘅創新。SGS 為 VTC 高級文憑嘅學生提供實習機會，佢哋可以喺專業嘅實驗室環境入邊學習檢測技術、樣本處理同埋實驗數據分析，全面提升專業技能。瑰麗酒店集團同 VTC 緊密合作，一齊致力培育有志加入酒店、餐飲及旅遊業嘅年輕人，推動業界發展。除咗為修讀 VTC 酒店、旅遊同廚藝等等課程嘅同學提供本地實習機會，我哋集團亦都贊助同學去到旗下嘅海外同內地酒店實習。過去我哋就有同學喺曼谷、阿布扎比同埋北京等地嘅酒店工作，希望佢哋可以學習到唔同嘅文化，並將累積到嘅國際同內地工作經驗帶返香港。Kai Tak Sports Park stands as our city's landmark sports infrastructure. By teaming up with VTC, we are creating valuabl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, offering hands-on training and real-world experience in sports, recreation, and hospitality. Our goal? Our goal is to equip the next generation with in-demand skills and qualifications, and powering Hong Kong's vibrant mega event economy well into the future. VTC 多個工程高級文憑課程獲得香港工程師學會認可，而且課程融入新科技元素，緊貼全球工程界最新嘅發展同埋需求。VTC 畢業生有紮實嘅專業知識同技能，好受業界嘅歡迎。我哋亦期待佢哋同我哋一齊攜手，推動工程界嘅發展同創新。VTC 引領年輕人開拓新里程。